在地上大条，咱镜头来苗栗泰安的大安部落10月16日时，有民众通报讲，发现一只台湾乌熊，这只乌熊去踏着山猪条，林业保育署和兽医有赶紧去救，这只乌熊即马当在治疗，总共健康无问题，就会甲这只乌熊野放。即马台湾乌熊保育协会是呼吁讲，为着避免这款情形发生，因是认为要赶紧推动骑名式的改良式蜡具。救援人员好咧来到山坡边，分出备份针麻醉台湾乌熊。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16接到通报，苗栗泰安乡大安部落一位家井园边啊，大概20公尺远的规定那内有乌熊受困山猪条的吊索，经过检查，乌熊较无一个，有105公分、29公分重，麻醉后顺利甲救出。昨日中午接获大安部落族人张瑞庆通报，有一只台湾黑熊受困山猪吊陷阱。台中分署立即启动救援，会同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兽医师前往现场。黑熊经麻醉后，于下午4点40分顺利脱困，后送生多所乌石坑研究中心医疗照养。互人抬死的东宝山台湾乌熊，在身就8几啊摆踏入陷阱。大细山的台湾乌熊是前脚受困山猪条，哪像最后脱水死亡。台湾乌熊保育协会讲，要追查非法设置山猪条非常的困难，建议政府规定乌熊分布的关键地区禁止放陷阱，该赶紧推动生命制改良式蜡具。一定都会有执行上的困难，因为有些可能是放了很久，然后甚至连放的人自己他都忘记到底是放在哪里，或者是什么时间放的。毕竟套索不是每一个套索上面都有绑名字，新的改良式套索这个地方它是有希望可以纳入实名制的这个管理这样。林业保育署讲，当时套索的固定有2段，推测救援地点不是乌熊仔囝落陷的第一现场。若是要追查下山猪条的人，不只困难。另外，乌熊仔囝目前伫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疗养，精神真好，抑阁对人有真强的警戒心，穿脚小可整整。医疗若观察无问题，会赶紧野放。记者综合报道。